咁有一個網友同我講呢，就話有一個人呢，就對韞一日 YouTuber 嗰個行政處罰判決書嘅真確性係有懷疑。其中2點懷疑呢，我可以解釋一下嘅。第一點就係喺嗰個判決書嗰度呢，用 YouTube 英文寫 YouTube。咁第2點呢，就係關於個法院嘅，嗰個法院呢，就叫做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咁我又要首先澄清一下啦，我呢就唔係幫韞一日 YouTuber 去做澄清嘅，我只係幫導遊哥哥嘅啫。雖然呢個指控針對嘅對象呢就係韞一日 YouTuber 啦，咁但係呢個指控呢都係側面地指控導遊哥哥係做擺拍同埋搞大龍鳳嘅。首先喺行政處罰判決書入面呢， YouTube 呢係用英文 YouTube YOUTUB。咁呢個資料呢，我係上中國嘅 DeepSeek 去揾嘅。咁 DeepSeek 就話呢，根據維基百科等可靠嘅信息來源呢， YouTube 網站喺中國呢係尚冇官方嘅中文譯名嘅。喺中國大陸呢，媒體或者民眾成日提到嘅油管啊、優兔啊、優圖、優管等稱呼呢，都唔係官方嘅俗稱或者別稱嚟嘅。咁我相信呢個可以解釋到呢，點解喺嗰張回執上呢係用 YouTube 啦 ，YOUTUB 啦。咁我相信2位當事人喺公安局定係派出所嗰度不斷用 YouTube 咁樣稱呼呢個 platform。咁公安喺回執上面用 YouTube 呢個字都好合理啫。咁第2點呢，就係嗰個行政處罰判決書上高最後呢就寫住，如不服本決定，可以在收到本決定書之日起60日內向唔知邊度政府申請行政復議，或者在6個月內依法向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提起行政唔知乜嘢，遮住咗睇唔到。懷疑呢個決定書真偽嘅人就提及到呢，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司法管轄範圍包括粵湘瓊3省境內鐵路沿線及設施設備所涉及鐵路運輸嘅刑事民事案件嘅啫。對呢張決定書真偽嗰位朋友就疑問啦，你呢一單案呢，關啲鐵路沿線嘅設備或者鐵路運輸咩事呢？點解喺佢個決定書嗰度呢，會提出話如果你有啲咩不服呢，你就可以去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提出上訴申請呢？其實呢個問題呢係問得好好嘅。咁既然有呢個問題呢，其實你都不妨動一動手指，撳去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嘅網站嗰度望一望。其實網站裏面呢已經有答案俾到大家噶啦。我亦都喺度呢為大家解釋一下啦。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簡稱廣鐵中院，喺1980年10月重新組建，1982年5月1號開始正式辦案。咁自1980年至到而家2026年呢，呢個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呢係經過幾次嘅改革嘅。我唔會喺度詳細交代佢嘅改革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呢，你就自己上返去個網站睇，我都可以將佢哋嘅網站呢就擺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嘅。我淨係講重點啦。咁呢個法院呢係經過幾個改革嘅，分別就係2012年啦、2013年、2015年、2016年、2020年、2021年同埋2022年，7個重要嘅 milestone 嘅。喺2015年3月，經最高法院批准，廣鐵2級法院開展廣州市區域內行政案件集中管轄改革試點，並於2016年1月開始正式管轄廣州市行政案件。咁即係話喺2016年1月開始呢，呢個廣鐵2級法院呢就已經開始正式管轄廣州市入面嘅行政案件㗎啦。文件亦都提及到，目前廣鐵中院審判業務涵蓋刑事、民事、行政3大審判，其中行政案件約佔總案件嘅總數量呢
達到85% 以上嘅。呢份文件呢都解釋到俾大家知點解嗰個處罰決定書裏面呢，就叫佢如果唔服呢，就去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嗰度上訴啦。呢個法院唔係淨係處理同鐵路運輸有關嘅案件嘅，民事、刑事、行政嘅案件都會處理嘅。法院個名嚟嘅啫，孱仔強就唔一定孱嘅，高佬全都唔係一定高噶。個名叫英俊或者叫美麗都唔一定係英俊美麗嘅，呢個 common sense 嚟嘅。我因為見到呢個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呢個移民咁得意呢，咁我又做多咗少少科普喎。原來呢唔係得廣州先有一個鐵路運輸法院噶喎，原來呢喺衡陽呢都有一個叫做衡陽鐵路運輸法院嘅。咁呢，佢就係 under 衡陽市人民政府，佢個地址呢就係喺湖南省衡陽市珠輝區東環56號嘅。原來呢個衡陽鐵路運輸法院嘅前身呢係廣州鐵路運輸法院衡陽分庭嚟嘅，係始建於1954年，去到2019年5月1號起，根據最高法院嘅批復同埋湖南省高院嘅改革方案呢，呢個法院集中管轄衡陽市範圍裏面原屬各區縣市人民法院管轄嘅一審行政案件，其中機動車交通事故案件、環境資源案件、行政案件上訴法院為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換言之，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唔係淨係負責鐵路同埋運輸有關案件呢，就唔係一個獨特嘅 case 嚟嘅。衡陽鐵路運輸法院都係咁嘅，因為呢佢呢係都會處理埋環境資源案件同埋一啲行政案上訴案件嘅。咁好似我上網揾到一個案例咁樣呢，衡陽市司法部關於准予黃水源、龍九界、曹輝等3人變更執業機構的許可決定。咁喺呢個決定書嗰度呢，衡陽司法部呢係批准咗佢哋變更佢哋嘅執業機構為衡山縣鄂北法律服務所嘅。咁喺呢個決定書嘅最底嗰度呢，都話嗱，如果你唔服呢個決定呢，你就可以喺6個月內直接向衡陽鐵路運輸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所以鐵路運輸法院呢，就唔係一定淨係做關於交通嘅嘢嘅。咁除咗廣鐵啦、衡陽啦，我都揾到一個叫做長沙鐵路運輸檢察院呢，佢嘅職能呢，都唔係淨係涵蓋鐵路運輸嘅事情嘅。我哋試下放眼去歐洲啦，喺 Czech Republic 即係捷克，有一個 building 呢叫做 Dancing House。Dancing House 如果要譯翻中文，即係跳舞屋啦。咁如果我哋顧名思義嘅話呢，我哋就諗Dancing House 應該係跳舞嘅，或者唔係俾你跳舞，都可能係一個俾人學跳舞嘅地方啦。但原來呢一個喺捷克嘅 Dancing House 呢，佢唔係一個跳舞嘅地方嚟嘅。佢裏面呢有 art gallery 啦，有 cafe 啦，有hotel 啦，有 restaurant 啦，你仲可以喺裏面呢搞event 啦，可以做 meeting 啦，或者做一啲 business 有關嘅嘢嘅。如果你要喺 Dancing House 嗰度跳舞，都唔係話唔可以嘅。你可以喺嗰度搞個 event，咁個 event 就係一個跳舞嘅 event，或者你可以喺嗰度嘅酒店租間 hotel 房，咁你中意喺 hotel 房跳個夠都得嘅。我嘅主力呢，就唔係話介紹旅遊、介紹酒店啦，而係想話俾大家聽，雖然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嘢可以顧名思義，但係呢個世界上亦都有好多嘢係唔可以顧名思義嘅。咁如果我哋遇到有啲咩問題呢，其實而家嘅科技呢係非常之先進啦，互聯網嘅發展呢係非常之發達啦，所有嘅資訊呢，我哋都可以喺彈指之間呢就揾到答案噶啦。所以如果我哋遇到有啲咩嘢有懷疑，我哋首先就做咗第一步，上網 check 下先，然之後呢就做下 fact check， 揾多幾個資料來源呢去 cross check 一下，咁樣呢就會減少出錯機會嘅。咁之但係我哋都係人啦，人都會有出錯嘅時候啦，我都有機會係錯嘅，咁錯唔緊要，錯咪改咯。如果我錯咗，你話翻俾我聽，咁我咪改咯。
唔需要去追殺我噶。如果有人做錯事，受到應有嘅懲罰啦，咁你咪俾一個改過嘅機會俾佢咯，唔需要去追殺任何人噶。你哋話係咪？咁呢條片呢，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我釐清一下先，我出嘅呢幾條片呢，唔係要針對任何 YouTuber，我只係作為導遊哥哥嘅朋友呢，就幫佢講幾句說話嘅啫。同埋我都主要係針對件事，就唔係針對任何人。邊件事係邊個人講嘅，其實我真係冇咩 idea，我唔係好清楚噶。所以我覺得都唔需要有任何人要 take it personal 嘅。其實我做呢一段法院嘅片呢，我都長知識噶。咁我希望大家都同我一樣學到少少嘢啦。拜拜。